喺右手邊咧有個下款，就係呢幅畫嘅下款，就係吳鎮嘅下款。咁呢度咧就係要你讀翻出嚟，寫翻真書又好，楷書又好，究竟佢寫乜咧？啊，呢個真係認字嘅嘢啦。如果你認到呢度大部分嘅字咧，我會話你合格噶啦。如果係我哋第一次學草書，你肯定合格。如果你認到大部分嘅字咧，我都覺得你合格。如果要識晒全部咧，就有啲困難啊，因為實際上草書個變化好多，咁啊唔係咁輕易可以做到。呢個我諗我花咗差唔多成個月啊，先先諗得掂，究竟啲字全部嘅字係講啲咩啊？咁我自己睇法我都唔肯定係嘛，係100%啱掂㗎嚇。不過我就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嘅答案。當你哋做完交咗俾我，我就分享個答案。呢個長命功課嚇。咁到第二份功課就係呢一紮字啊，呢啲紮都唔少字嘅。咁大部分字都識嘅，不過識都冇用噶，因為會唔記得噶嘛。咁好多字我哋都學過嘅啊，東山再起，東張西望，旭日東升，坦腹東床啊。嗰個字未寫過都好啦，個部件你都識嘅。咁所以其實你拼湊都可以寫到個草書嘅字大概係點樣。咁有李煜嘅無言獨上西樓，月如鈎啊。李煜係一個非常之出色嘅詞家嚟嘅，寫詞咧就真係拍爛手掌。另一個佢嘅詞咧就係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，又係拍爛手掌，寫得非常之好。咁呢一句咧就係佢問佢自己啦：問君能有多少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字大家都識，但個意境咧就非常之好，咁係又值得欣賞，又值得學習。另一句咧就係、天南地北，南柯一夢，如日方中，泰山北斗啊，同阿李煜咧係完全冇關係嘅。但係啲字咧，誒、我都睇唔到邊個字你可能遇到困難，應該 OK 嘅啊，應該 OK。咁呢個係其一邊，只不過字多咁解啫嚇。好，另一邊咧就喺《詩經》啊、離騷》度出現啊、《論語》啊嗰啲嘢，咁就係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咁屈原嘅《離騷》啊嚇，咁另外一句咧，泣所與立，左右手依前後，咁呢個係講個禮儀啦，喺《論語》裏邊。福如東海，壽比南山，祝福語。咁呢個咧就其中一句係啲四字成語嚟嘅啫啊！後起之秀，先人後己，後山可畏，承前啟後。咁一紮字。咁如果一個禮拜咧，我覺得你做到呢兩份功課就 OK 啦。個下款咧就需要多啲時間。咁盡力啦。嗯，有冇問題？如果冇咧，咁今日功課就係咁啦。